主耶和华的神临到我，因为耶和华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予丧乡的人，找我医好伤心的人。请咱起立来吟信诗，俄罗上帝信诗第494首，494首，世间众人拢着恬静，请咱起立来吟。请咱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你是你的正囝儿，欢欢喜喜聚集伫你的圣殿来朝见你、敬拜、阿罗你。你是天地的主宰，阮的创造主，愿颂赞、尊贵、荣光、权柄拢归伫你。因为阮人人犯了罪，拢亏欠了上帝你的荣光，但是阮要得到天父你的恩典，这就伫基督耶稣来的救赎，你就白白接纳阮做你的囝儿。感谢你无边的慈爱、怜悯甲恩典，求你赦免阮所犯有意无意的得罪你的过错，阮也会当原谅得罪阮的人。享受一切的上帝，阮感谢你，设立双年教会106年久，也有机会伫社会、社区、学校有分尽一点仔心力来服侍人，也会当传福音出去。这若毋是上帝你的权能引带带领，阮实在无信心往前行。求主帮助阮每一位兄姐有火热的心来参与
带主任牧师甲牧师团所主领查经班，互阮会当更加了解上帝的话语，伫阮的日常生活中分别什么代志是咱会当去做的，转到圣经中来查考是毋是真实的，这也是咱基督徒的本分。感谢主，全能的上帝，阮也为着教会事工献上祈祷。伫隔壁109号正做儿童主日学、青年培养灵性的所在，也是教会伫宣教传福音，互较侪人来明白耶稣基督，将福音广传出去。今仔日是社会事工宣教主日，阮也为着咱的双年社会福利园区、双年社会福利基金会、视障基金会。的老人事工，求主日保守看顾阮，也互双年教会会当看到社会的需要，献上感谢。伫这老化的世代，真需要咱来帮衬。这是一条真长的路，需要咱不断的带导，奉献金钱、时间，为这事工来努力，求主保守看顾，一切荣耀归伫主上帝。亲爱天父，阮也为着你所赏赐这块土地台湾来恳求，主耶稣基督怜悯阮，阮无好好疼惜这块土地，阮也无用好的话语来祝福伊，也常常用真无好的话语来唱衰伊。人民伫经济无好的时，心内拢是负面的。万权能的主，阮恳求你掌权伫这个时阵。帮咱政府官员用公义、真实来显明，毋是用虚假来互咱的人民的心真缭乱、混乱。主啊，求你顾守，安定阮的心，互阮所向你祈求的。主，求你来接纳阮的祈祷。阮的祈祷无够野，要用主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一定。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叫阮看见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平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现在来交托启应文第38篇，伫信息后壁57页。请咱来显着，咱同心来，我来刻恁来印。我设施会讲人甲天使的英语。我设施做先知。我设施有招庇的信，到亚来夷山。我设施尽所有的尽责，我献我的身躯被火烧。恁乃是宽容慈悲，无行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三角欢喜。忍耐永远袂无去。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做先知的也无完全。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
意见亲像恁啊。因为咱紧对镜即看，无明。我当所知的无完全。现今所存的，就是信、望、仁爱这三项。请咱来吟信诗学罗上帝，信诗465首，465首，有一件事实在好听，请咱起立来吟。请咱游玩徛者，咱要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者，咱的主，伊对圣心投胎，为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温柔的道林来受苦，见死地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相中国我，主天，他这里全能的上帝大名，伊的对他搁在心话我人来信仰，我信圣心，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上好，最下列，落地国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赞美圣歌队要带咱来学罗上帝，伊要吟的是我心仰慕是你宝价。
感谢圣歌帝用遐尔水的声来学罗上帝，愿一切因根归伫上帝。请咱来交托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后书8章第1节到15节，现代中文译本279页，台语汉语本208页。请咱手中若有圣经，咱会当掀开来看。兄弟姊妹，我希望恁知影上帝怎样恩待马其顿的大教会，因所经历的患难受到严重的考验，但是因充满着快乐。在极度的贫困中，犹原慷慨关注。我敢证明，因的关注是责因所有的，甚至超过了因的力量、自愿的。因咱恳求，互因伫接旨犹太来信徒即件善事顶面有份，这实在超越过咱所期待的。首先，因将家己奉献予主，然后阁照因上帝的旨意帮助咱。因此，咱鼓励提督继续协助恁。完成伊所开始的这一件善事，无论是信心、口才、财物、帮助别人的热情，甲对咱的疼心，恁拢遐尼丰富。我希望恁伫这件善事顶面也特别的慷慨。第8节，我毋是要定着什么规则，只是爱恁知影别人怎样热心帮助人。以此来考验恁的疼心。恁已经知影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伊本来是富足的，却为着恁的缘故，互家己变成丧香。目的是爱恁对伫伊的丧香来诚做富足。第10节，对伫这件事，我认为恁上好伫这个时阵完成旧年所开始的关目关。恁不但是上先有行动的，也是上头先愿意安尼做的，安尼坚持落去，完成这件工课吧。恁应该用当初计划时遐尼热心去完成这件工课，而且爱照恁现在所有的去进行。如果恁真心关注，上帝一定接纳。伊要恁献上恁所有的，毋是所无的。我毋是爱加重恁的负担，来减轻别人的负担。既然恁现在富足，就应该帮助遐个送香的。到了因富足恁需要的时阵，因也会帮助恁。安尼双方拢有机会互相帮助。正如圣经正所讲的，加收的无剩。减收的嘛无欠。今早起，咱三支分堂戴佑信牧师要来甲咱分享信息，有热心的甘愿，请咱恭敬来领受。两位下姐大家平安，请咱三甲阿头来祈祷。听阮的主，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听，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久久长长，无论年老，无论青少年，无论囡仔，拢领受多多。阮感谢你，通过150年来，伫台湾多多宣教师、福音的先辈，因的努力打拼、牺牲奉献。互基督的信仰、耶稣福音传遍台湾各所在，圣神也运行，改变台湾的过去，也要影响台湾的未来。所以，阮感谢主，互阮通过福音，互阮每一个人成做这个土地、这个国家内面上界有福气的一群人。恳求主上帝话，成做阮。众人心中的快乐甲智慧，安尼祈祷，
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罪名来求，阿门。感谢主，咱的主任牧师交代我特别伫今仔日社福宣教主持中间，甲咱大家做分享。咱知台湾过去150年来，长老教会伫咱的土地、即个土地、即个国家中间、即个社会内面，重视医疗甲教育的服务，特别伫1965年了后，也开始发展劳工服务、农民、渔民的服务、原住民、妇女的服务，特别也有一寡较特别的，亲像厨具救援工作、身心障碍的服务工作，也常常有机会参与伫重大灾害的协助、救助、灾后重建的工作，亲像921地震，亲像莫拉克风灾的重建工作。伫1990年了后，真侪地方教会拍开教堂，运用空间服侍因的社区，譬如讲服侍儿童、青少年、外配、新住民、外籍的移工等等无共款需要的人群顶面。所以咱知150年来，长老教会通过社会服务，真正是影响着台湾的过去，也要影响着台湾的未来。所以好唔好？咱甲边人讲，长老教会最重要。对，咱的长老教会伫即块土地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伊甸基金会有一个原则强调，伊讲基督教会面对社会无共款需要做服务的时阵，爱把握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用耶稣的福音做目标，来实行实践社会福利的服务。简单讲叫做双福。我阁讲一解，耶稣福音做目标，实行实践社会福利的服务伫需要的人身上。所以咱知社会宣教是一个真重要的管道，透过服务来做宣教。所以无论咱甲耶稣福音放伫社会福利的内底，或者是外口，头前或者是后壁，放伫顶头或者是放伫后壁，下骹拢是真重要的事。总讲一句，就是袂使袂记哩。耶稣福音爱放伫社会福利内底，所以咱今仔日读的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章，就是简单讲，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爱注意社会救助甲慈善的事工。这个经文中间所提醒的事工，有一个足特别的代志，就是保罗鼓励外邦人教会认真打拼，为着犹太人教会奉献。这是初代教会第一届的社会关注的事工，毋是做伫社会，那定确实反倒当做伫教会内底。更较重要是外邦人教会做伫犹太人的教会。虽然知这个原因背景是因为主后46年伫犹太地区耶路撒冷城附近发生一个足大的饥荒，伫主后50年，保罗伫伊所建立的外邦人教会中间报告、鼓励、教导兄弟姊妹为着犹太人教会奉献。虽然知今仔日咱看到的经文内底真特别的一项，就是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会友爱认真打拼，完成伫1年外前就已经热心甘愿陪伴的事工。保罗劝因讲，恁爱认真打拼来完成这个心愿。所以保罗伫经文中间特别提起到几项代志，爱每一个兄弟姊妹三角思考。伊所提起的几项代志，简单甲伊做统计，就是6个有，2个没有，6个有，2个无。第一个有就是保罗提醒因爱有马其顿教会做模范。其实
奉献了犹太人教会，毋只是马其顿教会，有这个安提阿、马其顿、腓立比、帖撒罗尼迦以及庇利亚这个教会。所以马其顿只不过是摕来做代表。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讲，恁爱掠其他的教会做恁的模范。第二项，保罗提醒伫第7节，讲恁有信心、口才、知识，有热心，阁有疼心。所以恁爱甲这个代志做了。保罗是提醒讲，恁什么货拢有啊，只有一项需要继续锻炼，就是伫金钱奉献顶面需要操练。第三项，保罗提醒伫第10节，保罗讲，恁已经有开始啊，所以恁爱想办法甲伊完成。第10节的圣经节，台语圣经讲，毋若做前行，也做前甘愿。所以这是保罗对因的一个真大的提醒。第4项，保罗讲到，哥林多教会兄弟姊妹，拢是承受耶稣基督恩典的人。伫第9节的所在，这个经文讲到讲，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信徒，恁爱记哩，咱逐个人会有今仔日遮尔丰富的生命生活，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若无咱犹原阁是生活伫古早较去、古早过去迄种的困苦的生命中间。所以，当恁的生命丰盛的时阵，爱学习安怎帮助有欠缺、有需要的人，或者是教会。第5项，保罗提醒讲，第11节讲，恁爱有热心的甘愿，爱有甘愿的热心。这意思是讲，哥林多教会爱有实践的热情，才会当完成因伫1年外前都拍算的计划。第6个提醒，第6个提醒，第13节到14节，保罗甲哥林多教会会友讲，恁拢当上基督的肢体。这个基督的肢体概念，就是讲一个肢体受苦，百体就做伙受苦。所以，当咱看到别个教会有需要的时阵，咱来献出咱的帮助。所以，台语圣经顶面写讲，迄个帮助会当互恁平平。恁有的时阵奉献，无的人领受；天下有一日，有的人奉献，无的人领受。这是平平。所以，当我伫查考这个经文的时候，发现圣经学者有一个特殊的注解。迄个注解伫13节、14节的经文讲，当你奉献捐出的时，等于你伫领受别人的帮助。你领受别人的帮助的上时，就是你伫捐出奉献。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奥秘，这是一个真特殊的奥秘，就是讲，当咱伫奉献的时阵，其实就是咱伫领受帮助，同时，因为上帝透过圣经在甲咱讲，迄是平平。所以保罗特别用15节第15节很特殊的经文，提醒哥林多教会兄弟姊妹，伊讲扣济无剩，扣少的无欠。这个经文很特别。咱若无登去到伫出来记16章18节，做一个背景的了解，咱可能无法度明白保罗讲这话是什么意思。伊讲扣较济的人无剩，扣无够的人，扣较少的人无欠，是什么意思？出来记的时阵，上帝透过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伫这个过程中间，因经历到30-40年困苦的生活，伫旷野内底。上帝透过一个新约，互百姓知影讲，恁虽然经历着艰苦、困难挑战，但是上帝拢要互恁无欠亏。那个神迹就是玛纳，恁会记得无？玛纳的新约，上帝透过摩西甲因讲，恁出去捡玛纳，那要寻出去捡。捡较济人无剩，捡较少的无欠，是安怎？
因为玛纳上帝设定玛纳新鲜的时间只有一天，所以你想要捡足济捡起来晒干，要做连工出去旅行郊游的时阵要用，无法度。上帝设定玛纳是一天的新鲜程度，所以你捡较济无剩，捡较少的无够的，你阁继续出去捡，一天以来拢有效。所以读到这段经文，我就知影讲，咱的上帝足奇妙，比 7-11 更加厉害。所有的新鲜程度都把握得刚刚好。所以兄弟姊妹，恁想看嘛？保罗是安怎甲哥林多教会兄弟讲，捡济无剩，捡少无欠。意思就是要甲因讲，咱伫做付出奉献的过程，上帝就是要安尼照顾咱。捡济无剩，捡少的无欠。各位兄弟，咱用这个经文，咱来想讲，咱的教会会当做什么款的付出甲奉献，伫咱的社会中间。马鞍峰教会的华里克牧师有讲，也起来在讲，21世纪的世界有很多问题，其中有几个问题是心灵空虚、人的丧凶、流行病、文盲等等。其中伊讲的这几项内面，伫咱台湾社会即马阁有的，就是心灵空虚甲丧凶这两个主题。留下这咱的社会、咱的国家、咱的百姓，真侪人心灵空虚，毋知影家己的价值，甚至嘛毋知影要向倒一个所在行。真侪人拢一直咧讲爱与包容，但是却毋知影讲常常用错误的方式、错误的方式去满足迄个痛，用错误的方式付出迄个包容。所以伫真无正确的关系中间，逐个人过着空虚无实在的生命模式。咱看咱的国家伫政治上空虚，两个政党恶斗。咱看到咱的职场顶面有真侪头家压制因的员工，只有要求数字甲业绩。咱看到真侪家庭中间有空虚，做红婿用威权对待伊的家后甲伊的细囝，所以有真侪家庭暴力或虐童的事情。咱看到亲子关系顶面的空虚，真侪做人死世，用无好的方法对待伊的爸爸、年老的爸爸或者是妈妈，所以有真侪弃养或者是虐待老人的事件。有关心灵空虚的部分，咱看到人因为空虚过着虚假的生活。咱若要做伙来看丧凶所引起社会的事件甲问题，咱过去几十年来，台湾的社会已经进步到工商服务、经济拢真好，但是伫经济好的过程，互咱袂记哩讲，咱的社会犹原还佫有足善良的人。根据几个杂志做报道，我甲收集，甲咱做说明。若是甲台湾全体2300万人变做100个人，甲咱台湾人的钱变做100块，你会当简单发现，统计内面出现一个数字，就是44%的金钱财富，拢集中伫10%的人的身上。迄个10%的内面，迄个第一名，我莫讲是啥物人，你拢知影是啥物人。迄个第一名的钱是所有人的14%。上较严重的是，伫这统计中间，咱发现全台湾上好嘅5%的家庭，甲上丧凶的5%的家庭的收入做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2005年就是15年前。上好嘅5%的家庭，甲上丧凶的5%的家庭，迄个差距是差不多55倍。但是2014年，就是5年前，上好嘅甲上丧凶的差111倍。我嘛继续甲查，2015年是100倍，2016年是106倍，2017年是100倍
2008年18年是107倍。其实讲起来，送养其实不是什么问题。咱知影，送养是食袂饱的问题，但是当大家拢病散的时阵，无什么问题。您看北韩这个国家就是啊，一般的人拢病散，很少有富翁，没有什么问题。我细汉做囡仔时，阮兜足散，散甲鬼，可能我嘛无想要掠。阮散不打紧，阮厝边头尾拢散，所以你散我散，大家拢做伙散，大家在穷中作乐，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反而忽然间有一个好嘅人伫阮的中间，阮感觉伊足奇怪。但是咱的社会，因为所产生的贫富不均，才是上界大的问题。因为送养会互人想办法，会出卖家己的身躯，出卖家己的灵魂去换钱。所以送养所引起的贫富不均，是社会动乱。人甲人互相斗争，真正的根源。所以咱最近知影，3、4个月前有一个人选举时画一个口号，伊就当选市长。所以毋是你散我散，咱做伙散，咱绝对选袂掉。一定爱讲你好业我好业，倒位做伙大发财，安尼才选得掉。所以牧师要甲咱提醒，当咱要做社福宣告的时阵，咱特别爱了解，咱的台湾欠缺什么？咱的社会欠缺这2项，叫做社会正义、社会正义甲均贫的实现。社会正义甲均贫的实现，什么叫做均贫？什么叫正义？拄则咱读的哥林多后书迄15节。伊对出来给16章18节所引出来，伊讲吼，扣济无剩，扣少的无欠。这伫保罗讲的叫做平平、平平。其实国语就是叫做平均，均平就是平均，互相帮助。所以新约家伫解说这个经文的时候是讲，当你奉献的时阵，你就是等于你领受别人的帮赞。当你伫领受别人的帮赞，等于你伫奉献，平平。所以咱要做社会福利宣告，咱必须要思考这个问题。我自细汉就发现这个问题，我感觉这个社会拢无公平，没有公平。我到即马55岁，啊，搁你找看有倒一项代志是公平？没有。但是我体会出，咱的社会无公平，但是咱的性命因为耶稣基督，上帝听，带咱有上帝的公义。什么叫不公平？但是有上帝的公义，就是扣多无剩，扣少的人无欠。所以咱甲边的人讲，上帝要祝福你。马太福音第5章16节有一节经文，咱都熟悉的。这个经文讲：恁的光也着安尼照伫人的面前，叫因看见恁的好所行，来阳光恁伫天里的爸。这节经文是我细汉时阵，我的牧师带阮去报佳音的时候，常常用的一句经文。伊大概拢伫讲叩门的时阵，就爱阮逐个人伫外口做伙念这节经文。恁的光也着安尼照伫人的面前，叫人看见恁的好所行，来阳光恁伫天里的爸。真侪人听到拍开门，嘛有人对开始到尾拢无拍开门的。阮唱平安夜圣诞节唱3摆，门嘛无拍开的。我要甲咱讲，咱的上帝透过耶稣讲，恁的光也着安尼照伫人面前。意思就是讲，咱拢有甘愿的热心。当咱要做相福的精神来做社区宣告的时阵，爱毋通袂记哩，爱有耶稣福音做社会福利。伫
872年的时阵，有一个人叫做马偕，伊对加拿大来到台湾、台南，然后去坐船起来北部淡水的所在。马偕咱拢真熟，伊伫182年开始创设牛津学堂，伫遐开始影响台湾的社会。马偕牧师伊伫咱的台湾人生活27年，27年而已。差不多28、9岁来到台湾，伊生活起来到北部了有27、8年的时间，然后死伫淡水，嘛待伫淡水。伊的墓仔即马搁伫淡水高中内底。伊捌讲过一句名言，叫做“宁愿烧尽，不愿朽坏”。即句话若要翻做台语，叫做“甘愿烧，毋愿烂”。甘愿烧其实就是对马太福音5章16节所来，恁的光也着安尼照伫人的面前，叫人看见恁的好所行，通阳光恁伫天的白。因为咱也无互家己的性命烧，免啊发出性命的光。各位亲爱兄弟，马偕牧师、马偕博士，伊伫台湾的北部做教育的改革，伊带来西方的教育，互查某人受教育，嘛互查某人详细受教育。他把女性的地位提升，透过教育。马偕牧师伫北台湾世界共挽喙齿挽2万几起。伊所做的意思，正手做教育，倒手做医疗，为着什么货？就是为着要互福音定根伫北台湾的人的心中。所以咱会记得，上福是耶稣的福音加上社会福利。咱伫做上福的时阵，要有保罗所讲的有甘愿的热心，嘛要有马偕牧师所强调的甘愿烧，毋愿烂。我相信咱少年教会抓着这几个重点，会当做真好工。坦白讲，今仔日伫几个月前，我伫备办今仔日讲道时，本来要甲咱报告少年安养中心的代志，但是我感觉社会福利这个概念更较重要。希望咱每一个人将耶稣福音、社会福利放伫咱的心底，发挥马偕牧师甘愿烧毋愿烂的精神，继续向前迈进。咱最后阁甲别人讲一解：上帝要带领你向前。咱做伙来祈祷，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阮的爸，天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流出宝血，带予阮赦免，带予阮生命更新的机会。阮感谢你，会领你带领，伫147、8年前，互马偕牧师来到北台湾。27、8年中间，伊的生命亲像火在烧，亲像光照伫北台湾的土地、百姓的面前。阮这个时阵恳求上帝的神，引带阮众人会当学习信仰的前辈，为着主上帝做社会光，发出有甘愿的热心，用耶稣的福音通过社会服务来帮助有需要的教会、有需要的社区、有需要的人民百姓，互甘愿烧毋愿烂的精神继续影响台湾人的心。我们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咱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215首，215首。耶稣身躯替咱钉死，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以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于伊的教会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也是坚信的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同坐道，享受主的圣餐。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对咱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恁囡仔着无担当大，着就问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伊也安尼讲，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三甲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大家来听主耶稣讲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一暝又提饼。作下来对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惊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提饼祝谢，所以咱逐生照伊的模样，三甲来感谢上帝，同心来祈祷。亲爱上帝，现在阮照圣经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主啊，阮谦卑恳求你垂听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拜列。伫你的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透过接受这的，对阮的信心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的性命会当继续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间，来荣耀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所以当咱摕着这个饼，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牺牲，咱得到拯救。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惊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是用主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所设立的。当咱摕到这个杯时，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伊流出宝血，咱的罪得到洗清去。
这个杯就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今仔日的事，就请安尼来孝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三甲来感谢上帝。主，阮感谢你，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甲你同坐道，透过圣餐培养阮的灵命，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亲爱的主，阮恳求你，互阮透过这个圣餐来奉献阮本身，求你欢喜接纳阮，也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待了后，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现在咱要用奉献来结束咱的礼拜。请咱若头一摆来到咱教会，也未伫外口填写老名卡的，请咱伫咱座位前有老名卡，请咱填写好交互收奉献的职事，互阮会当来欢迎你。享受万面的主，阮感谢你，互阮有教育的用。阮只有用阮淡薄的金钱，甲阮全时间来互主你使用，求主你接纳阮所献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
请坐。请煞接来举行就任式。亲爱兄弟姊妹，这是咱来照教会的规矩来设立洪秀清传道做咱双年教会的传道，担当主所交代的性质。所以牧师爱请秀清传道以及同会的信徒，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誓约。咱请秀清传道来头前。当你要领受传道重大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也无？你有确信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做你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也无？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既然教会中特定号的职务，就我靠伊来设法，你有要安尼行也无？你有要接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为书面书德信仰个别，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个别也无？你愿意做咱双年教会的传道，有确信这是上帝的旨意，要忠诚尽职传福音，一世人荣光上帝，利益伊的圣会也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的话，切使你以后所信、所传、所行，无照教会的法规，你有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规则也无？这时阵，咱要做信徒的誓约，请咱所有的兄弟姊妹起立。这是恁的诚实，照牧师所问恁的来回答。恁有相信煞个别耶稣基督做救主、做教会的头也无？恁经透过教会的规矩，聘请洪秀清传道做恁的传道。恁有诚实欢喜接纳伊、敬重伊、疼痛伊、体贴伊、替伊祈祷，甲伊同工兴起上帝国，煞降级伊通。互利益伊，互伊利益教会，你有要安尼行无？伊用上帝的道理教示恁、劝勉恁、警戒恁、培养恁，照法度料理教会，恁着谦卑来承受顺叹。你有要安尼行无？关系保持教会的特殊，若双方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通设法，毋通四界报扬。直到妨害教会大局，你有要安尼行无？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你是捌众人的心，佮照你所爱来敬调人来做你的圣工。伫你的面前，阮发现阮家己的真相是何等误会、卑微佮重罪，但是总是对你无限的疼。伫你圣子耶稣基督的血。阮得到赦罪赎回的福气。主啊，阮感谢你伫万人中间竞选人甲你同工，这是何等大的荣光！互有限的人参与伫你无限的永远的圣工，有多人有份伫你至荣耀的圣职，这是何等大的荣光！主，阮只有用感激来应答你圣的呼召。主啊，阮求你监察你所采用的洪秀清传道，只是徛伫你的面前，搁一摆甲你立约，伊愿意奉献你本身，求主你成全你的旨意，求你扶持伊、引带伊、帮助伊，来尽伊对你所调伊的调，求你甲伊同工，在伊的气力来做好你的采用，互伊会当知影。伫工作中间仰望你，会通照你的模样来引带你的羊群，赏赐伊的心有智慧，通知影羊群的欠缺甲需要，来及时帮助因，互羊群时常伫青翠的草坡得到饱足，
伫清气的溪水得到滋大，伫凉冷的树林得到安息。主啊，阮也恳求你，想使伊有疼心，亲像你捌为羊群放杀性命来牺牲，想使伊有耐心，亲像你遍行山平山谷，超找失迷倒转的羊群。求你想使伊有自心，亲像你抱羊仔伫你的胸前，带全群伫你的头前，互伊无论欢喜艰苦富足也是逼真。求你互伊袂记起今仔日的使用，对伊所受的吊命来尽职有份伫你的圣工，当阮伫众人伫你审判的面前，透过你的恩典，互伊会当得到你的俄勒讲好去尽忠的萝卜。阮恳求主你祝福互伊甲伊的家庭，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连教会小会官兵，接纳洪秀清传道做本堂的传道，却通知互正信徒知，伊的职分甲官兵是照教会的规矩交代伊。当你受设立做教会的传道，就照顾上帝教会的羊群，都无兴起上帝的国，就谨慎你本身甲你的教师，常常关心伫遮的事，因为安尼行就要救你本身甲听你的人。阿门。会众请坐，咱即是要请咱教会的小会员甲牧师来接纳伊。咱有几位代表要代表教会以及牧师团，以及我本身要来赠送礼物予秀清团队。咱请薛牧师，还有请咱的小会的书记，代议长老，以及这个时阵我来介绍秀清团队的亲属啦，咱先康伟公长老康伟公长老佮两个囡仔造福造佑应该。因为秀清团队就任咱的团队了伟公长老的必须要辞掉这个小会员的职务，但是伊有缘的扮演另外一种身份甲角色继续来参与教会服侍。咱这个时阵请秀清传道来跟咱分享伊的就任词
感谢上帝，伫今日日，就透过圣歌队，搁再一摆对我提醒，我的心爱常常仰慕十字宝剑。今仔日，首先我爱感谢上帝，伫我的囡仔已经大汉，独立吧，以后搁要用我。第二，我要感谢的是蔡牧师。伊冒遮尔大的危险来跟我做全职的同工，因为对人来看，我实在毋是好的人选。第三点，我要感谢我的先生、我的囡仔对我的支持，嘛感谢我的大家，宜兰话是讲大家啊，无反对我，因为我甲伊的后生结婚扭落来。最后，我爱感谢列位牧长、同工、含兄弟姊妹对我的接纳，做伙来拍拼上帝国的事务。虽然教会有真侪人捌我，经过几多年，嘛真侪人毋捌我，所以我用一点仔时间来自我介绍。我是对拜拜的家庭出来，20岁时。我伫大学来受洗，民国72年我结婚，搁再一摆进入拜拜的家庭，所以真遗憾我无伫个礼拜堂做结婚的仪式。感谢主，我相信我两个囡仔应该是会伫个教会做这个仪式哈。我按高雄过来台北，迄时我住伫个营总的宿舍，上帝对我真好，伊派我高中的同学，是咱双连教会聪明、优秀、高雅、水，阁有疼心的陈秀芬老师，伊来探访我，看成我伫个民国77、78年左右，我就来到双连教会。带阮两个细囝按幼稚园开始，就安尼上帝就开始呼召我。上帝互我感动，讲伊对我遮尔好，我是毋是嘛爱回应伊？开始来做幼稚园幼稚组的主日学老师开始，就安尼我踏上服侍这条道路。我按幼稚组到国小组。到青少年辅导，落尾做到成人主日学的老师，一路做到传道师，就是毋捌做过长老和执事。对于去年2018年，是阮兜上界大的变化一冬。我的先生当长老，看我已经决定，阮想要伫去年年底特别结束真所的营业。阮想要去到美国，跟后生因大做伙。无拍算，阮决定做了。伫个去年8月，我的大汉后生就收到兵单，爱来做兵的兵单。因两个伫美国讨论了，决定因要倒来做兵，爱台湾。蔡牧师知影，阮美国去袂成啊。所以就伫个10月时，邀请康长老跟我来讨论这个专职同工服侍的可能性。经过阮全家4下安尼讨论了，因互我真侪鼓励。这条路是阮从来毋捌想过一条路，所以我伫咧读新学院时，本来是打算读1年。就好啊，真辛苦。后来上帝奇妙的引带，我变做转做3年的大学硕士。因为我无想要行这条路的打算，所以中我阁休困2冬去美国陪我的囡仔。总是上帝就安尼来装备我，完成做牧师这条道学硕士的学历的完成。伫个第2年。大学硕士的第2年时，上帝就一直感动我，
爱去参加毕业了后的抽签授牌。伫迄内面，我实在是非常的无愿意。但是上帝借着耶稣抱一个羊，边仔一群羊群，缀伫边仔迄个图片图片，一直咧甲我感动。好牧者三字常常地浮伫我的脑海中。我只好甲上帝求三个印证。我甲上帝求第一个印证是，我的先生爱甲我共心，就是伊爱答应我去抽签，我才敢去抽签。第二，我甲上帝要求，我敢若要授牌，迄年毕业迄年授牌，我若抽到空的无9个通好牌的时，我就要倒来咱双连教会，我的母会做一个平信徒的同工。第三，我甲上帝要求的讲，如果你要用我，你爱互我去一个我跟我妈妈的所在，因为我是高雄人，我的妈妈迄阵啊85岁，真侪病痛，所以常常伫咧高雄医学院的急诊内底。我希望我会当就近来照顾伊。上帝回应我这三个祈求，甚至我的先生伫咧还未抽签的时，伊嘛答应，不管我抽到的深山哪内，或者是偏远的海边，伊拢要结束伊的诊所，陪我做伙去。加在上帝怜悯我，互我伫咧台南太平境马雅国纪念教会服侍。我感谢陈天祥牧师、主任牧师和牧师娘，以及太平境教会的长职、同工和会友对我的扶持、关怀和帮助，互我当伫咧2016年1月14号，伫咧台南看世界教会完成长老教会牧师资格讲道。迄年晚上是有7个传道人。同时阵通过迄个台南中会考试，伫台南将近3年的服侍，满足了妈妈和我的感情，迄个互相的需要。迄时阵，我的妈妈常常住院，我嘛常常去病床边啊，坚固伊的信仰。我的妈妈伫2017年年底12月迄阵啊，去上帝遐。当我看到妈妈离开世间的面容，亲像咧困的人，伊真正是一个准备好要见上帝的人。离开台南了后，按照中会规定是需要请假。台南中会干事林安干事嘛特别拍电话给我，嘛写 email 甲我提醒，叫我会记日去台南中会请假。即摆想起来，我非常的感谢伊。但是因为康长老和我拢毋知影这请假的重要性，康长老嘛感觉我无可能搁再去牧会，所以就建议我讲毋免去甲伊请假，造成蔡牧师伊实在是想要帮我服务，但是我无够迄个资格，加上我家己今年嘛已经满60，蔡牧师对我的用心嘛，互我非常的感动。只是要服侍上帝，和服侍正人见证耶稣基督，这是我上界第一的代志，嘛上界欢喜的代志。我知影上帝呼召我，是要呼召我来死，来跟底耶稣基督钉死伫咧十字架顶，互迄个旧的、歹的、迄个本性的我会当死去，含耶稣同齐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上帝交托我哪济，伊对我的审判嘛是会哪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赐予咱双连教会有遮尔多的产业，愿咱双连教会兄弟拢是上帝上介好的管家，会当心为着上帝国，也为着做伫教会外面，要来敲找灵魂的厝的人来努力，愿上帝施恩赐福咱每一位顺坦伊旨意去行的人。
真欢喜，上帝赏赐咱一位真好的同工。我即时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第4页。本主任为本会所定着的社福事工宣告主日，礼拜中特别安排本会3支分堂牧区戴约瑟牧师正道甲事工的分享。借即个呼吁兄姐，共同为着本会社会福利园区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甲视障关怀基金会所做社福事工，关心参与代祷甲奉献。第3点，集体关怀。本会会友邱荣志兄弟的妈妈邱陈淑清姐妹伫4月21日安休，定伫5月7。上午9点，伫桃园市立殡仪馆正德厅举行告别式，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4点，敬老旅游，时间是5月14日，要去宜兰。请咱若本会65岁以上的，咱就会当去报名参加。咱报名到80人为止，请咱会当甲陈美仙干事来报名。以上，请咱剩的咱家己看。咱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简单来介绍起来，第一遍甲咱这位敬拜兄弟姊妹，叫陈宇忠小姐，好，伫后壁遮哈，欢迎。个另外第2点面呢，有迄个林妙莲师母甲伊的查某囝，这点面吼，好咱拍无啊哈。其他到第一遍来甲阮做伙敬拜，好，多谢。请咱来吟散会诗515首，至圣天父，愿感谢你，请起立。愿主要所记的稳定，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相通保守看顾，甲恁正大家三个地地，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别倒散会，上帝祝福咱每一个人。